这平安，平欢喜，教会安排，早起甲咱三个来敬拜上帝，来思想上帝的话。因为顶礼拜这是复活节，复活节就是咱基督教信仰上重要的核心。教会上重要的三个节日，就是圣诞节、复活节，甲圣神降临节。这三个节日是教会上要紧。国际的教会日，就是照这三个节日来安排。大概圣诞节前有4个礼拜，就是抬杠节。复活节前有5个礼拜，就是大灾期纪念耶稣进食40日。复活节后有7个礼拜，7个礼拜，就是咧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即个复活节前、复活节后，安尼有12个礼拜。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后有26个主日，这真长吼。有26个主日，拢叫做圣神降临节后的主日，拢做26个主日，26 Sunday after Pentecost。所以这个圣神降临是真重要的一个节日。到26个主日了后，刷落去就是搁4礼拜的抬杠节，迎接圣诞节。所以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就是教会上重要的日子，也是咱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生命重要的节日。咱就爱通过这个来思考咱的信仰甲上帝的关系。圣诞节就是上帝请做人，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来拯救人。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伫世上传道成来，伊有受咱受定死，有埋葬，有复活，第3日复活，互咱有永远活命的盼望。圣神降临节就是耶稣上天了后，复活节以前有吩咐学生，讲，叫因伫耶路撒冷，就毋通离开，爱等候到圣神降临。所以因就等候后来叫做圣神降临，一切拢大改变。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互咱生命更新，互咱有永远的活命。当咱咧讲耶稣基督4字，耶稣基督，这有2个意义。讲耶稣就是历史的耶稣，历史上有出世过耶稣这个人，伊是出世伫公元前4年，虽然咱全世界历史是用即个主前主后，用公元前、公元后做分别，总是其实照历史咧推断，耶稣就是差不多出世伫公元前4年。耶稣即字就是旧约的约书亚，是真普遍的名。历史的耶稣出世伫伯利恒，伫拿撒勒大汉，伫世间有33年久，传道也有受难、有受定、受死。后来讲基督，基督就是咱所信仰的基督，伊是对死搁活的主，所以咱甲伊称作基督。
因为即个基督伫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伫希腊文是 Christos， 就是咱讲 Christ 吼，基督，咱做英语 Christ 就是救世主吼。所以旧约的弥赛亚啊，新约救世主是共款啊，就是基督。啊，基督呢是上帝请做人来活伫世间，有33年久，伫世间传道、传福音、医病看鬼，行真侪神迹。伊是活伫一个犹太教的环境中，搁伫罗马政府的管辖下面，伊伫遐来传道，来受苦受死。所以今仔日因为搁活，所以咱要来思想搁活的愿望。因为三个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节，三个重要的节日中间，复活节就是搁上重要。你若无复活节，头前的圣诞节，后壁的圣神降节就拢无无意义啊。所以我是讲，顶礼拜是复活节啊，所以咱搁加一摆来思想即个耶稣的搁活搁活的愿望。头一个，咱要来想讲，耶稣敢真正有搁活？耶稣伊受钉死，拄则讲过，伫迄个环境中，犹太教、罗马政府的即个环境中，伊一日到暗，人就是要找耶稣，找把柄，要甲陷害，要甲控告安尼所以耶稣最后是加定一个伊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因为罗马政府上惊人要甲并所以最后耶稣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伫耶稣的生涯中间，常常在犹太领袖就是法利赛人、经学士即个长老常常找把柄要来控告耶稣，要来害死耶稣搁有一派人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因无相信死人会搁活所以因常常甲耶稣出难题当时罗马政府管辖以色列百姓受压制耶稣伫即款社会中搁只犹太公会、犹太领袖因就要害耶稣，就甲伊送去即个公会所以耶稣伊就是用即个政治的名来甲伊送去受刑罚受定死所以咱耶稣敢真正有搁活？因若是无搁活干那只犹太教的公会、犹太教的领袖，干那即个罗马政府，即两个势力，安尼就有够野，通来找讲耶稣无搁活的事实耶稣受钉死了后，伊摆创伫新的梦，即个新的梦是一个财主叫做阿里马太约瑟，伊新的梦，家己新的梦伫迄个石壁拍一个梦内底本来是准备伊家己咧用的伊也是耶稣的学生，所以伊就去对彼拉多爱讨耶稣的遗体来甲伊埋葬伫家己的新的梦。耶稣伫墓底了后，面顶严加固守
隔日的这市长甲法律使派的人，就去见比勒多，甲比勒多讲，即个人吼，伊有讲伊死3日，第3日就过活，所以恁着爱派人派兵严守即个坟墓。所以有一首圣诗吼，旧的是459首啦吼，讲救主伫坟墓内吼，伊第2节讲，风雪雪冰加工，耶稣我救主，3日过手空空，耶稣我主，主搁我对门起，主大欢迎，太阳对着过去。主搁我看了黑暗死实完实，甲圣徒常常徛起，各为应济。主搁我，哈利路亚，主搁我。所以，这平顶严格来固守呢，伫即个马太是8章11节起了咧记载，讲。即个犹太公会吼，因捏造白贼，捏造白贼的话来收买即个兵丁，因为耶稣搁活坟墓空空啊，即空空就是耶稣搁活的记号啊，所以即个祭司长甲长老啦，因着参详，用真济钱文去买即个兵丁，甲伊买收。甲因讲恁着安尼讲，伊的学生暗时来，当阮咧困的时，将伊的尸体偷摕去。万一总统若听着即个代志，阮会甲恁安踏，保恁无代志。所以兵丁伊着摕遐个钱，接反腐的代志，安尼讲。所以从今仔日到今仔日，犹原在流传即个代志。过来就是即个撒都该人因无信过活。撒都该人就是祭司、贵族，还是富商好野的生意人因所组成的因放任过活甲死后审判即款代志。因无相信天煞，无相信魔鬼，无相信灵魂不灭。伫主后70年的时阵，耶路撒冷圣殿受罗马摧毁。即个撒都该派因着渐着消失去。即撒都该派的人，因常常来咧刁难耶稣。有一摆呢，因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讲一个人伊娶一个某，无囝就死去啊。结果伊的兄弟吼，第2个兄弟、第3、第4、第9、第7个兄弟，拢娶即个兄嫂做某吼。安尼死搁活了后，即个人是啥物人的某？耶稣就甲伊回答讲，对死搁活的人，无娶无嫁，所以撒都该人毋相信搁活，假使若是耶稣无搁活，这对因来讲，这是会通大去宣传的代志。过来，咱看讲这犹太领受甲罗马反对的势力因安尼常常要陷害耶稣，若是耶稣无搁活因一定去找真济的证据，讲耶稣无搁活，用国家的力量去调查。伫耶稣搁了后，当时的教会，当时的社会。有一种学说叫做幻影说，这幻影说就是叫做Gnosticism，就是反对
道成肉体，反对道成肉体。伊讲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无可能成做肉体。耶稣的本体就是上帝。耶稣伫世间一切的活动的，包括受苦、受死，搁活上天，这拢是一种幻影，拢是一种幻象，所以叫做幻影神。然后这只有是上帝投射伫人间的一个影尔。所以因反对即个道成肉体的理论啦。所以伫即个公元325年，即个尼西亚会议就宣布即个幻影说是一种异端，所以后来就渐渐衰微去。即个尼西亚会议就是有制定即个尼西亚圣经，咱读书读圣经以外，有一个尼西亚圣经，就是咧反对，讲即个幻影说就是一种异端。过来咱看耶稣的学生耶稣受了，尤其受定，尤其死了后，这学生是真惊赢，耶稣受难的时，拢毋敢接近啊，连即个上勇敢的彼得嘛3摆认主所以耶稣搁活了后，有显现，互侪侪人，互使徒看见。耶稣后甲因讲，恁着爱等候，听候圣神降临。所以因就是听候，到即个叫做五旬节的时阵所以忽然圣神降临，所以学生就大开力，勇敢，真变性。彼得一讲到3000个人悔改，唯有真紧加天，教会就设立。所以这就是耶稣搁活了，或者学生因有勇气教会来传播。咱常常定咧念信仰各个使徒圣经使徒圣经中间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架满里出世，本丢为了倒进来受苦，定是下死埋葬为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上帝的正面，伊要倒来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所以耶稣上天一日，伊会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使徒圣经是早期的教会信仰的告别，甲宣讲福音的中心。大概咱咧读即个使徒圣经，就是伫即个第1、第2世纪完成的。伫第3还是第4世纪迄个时阵，就有真济的版本。目前咱咧读即个版本，差不多是700年前伫法国真通行，后来受即个罗马大公教会的接纳。罗马大公教会就是宗教改革以前迄个教会是接纳成做一个使徒圣经。当咱咧读即个使徒圣经读到即个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即个伫即个2022年台湾基督教教会信仰甲即个委员会因有开会，第2摆的会议有决定爱修改，修改啥物呢？修改就是即个我信圣神，
本来咱有搁读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上方安尼落即个信仰甲教济因开会，就是认为讲，即个使徒圣经使徒圣经即个拉丁文的版本无即个我信圣公堂的教会，迄头前迄个我信教会会头前即个我信即个字，因为使徒圣经咱的信仰，就是头前三个我信就是相信咱的天父，天父就是圣父、圣子、圣神，干那即三个。教会毋是咱信仰的对象，教会是信仰实践的信仰团体，毋是对象。教会是咱信仰的群体，所以后来，即马就讲，就爱新的，就是读做我信圣神，煞了圣各公堂的教会安尼，这是我想讲直接讲着使徒圣经先线分享大家。安尼，咱来看耶稣是毋是搁我面顶有遮尔多遐环境，遐人特别使徒信耶稣的人见证，咱知影耶稣会搁我。过来就是耶稣搁我了后，有显现，互学生看，互侪人看。上第一个就是活大了的玛利亚即个有记载马可16章第1节就讲，过了安息日，活大了的玛利亚甲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带香油要去抹耶稣的身体。伫约翰20章第1节起，伫遐咱看到就是讲7日的头一日，天也暗的时，活大了的玛利亚就到耶稣的坟墓，直接是安尼写，活大了的玛利亚一个毋奈伊去到坟墓呢，伊就看到墓的门，迄大粒石头的门开，哪会开啊？就看到，就紧走转去问，甲即个使徒彼得讲，甲约翰讲，安尼，即个因听了后，彼得甲约翰因就走去墓里，即个约翰较少年伊走较紧，到位伊并无入去看，总是彼得彼得走到位的时阵就随入去，后来约翰才缀入去。所以安尼咱看，真正彼得是拢是勇敢，做代志拢是真冲第一的安尼所以因才看到耶稣的即个右地包，耶稣的右地布伫遐，包耶稣头壳的布无囥做伙所以后来这两个学生伊知影耶稣搁活，所以伊就转去，转去了后。这活大了的玛利亚，还搁伫咧墓的外口伫遐咧啼哭，伫遐墓内面看见两个天使，天使问伊讲，恁是咧找啥物？你怎样咧哭？伊同讲，耶稣的遗体伫遮有人来摕走去。所以后来伊活倒身，看见耶稣，伊还阁袂承认迄是耶稣，所以耶稣甲伊叫玛利亚，而且
玛利亚把当身用鱼要来为伊讲念婆尼，意思就是老师哦。啊，伫遐才知影啊，耶稣讲我，耶稣讲你毋通问我还未上去爸遐，你就去甲我兄弟讲，所以就就咧，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所以安尼咱看着，大声就是话在咧玛利亚有耶稣的学生，伊着约翰，过来。伫以马忤的路上吼，这记载伫路加24章吼13节，有2个学生要去往以马忤的路上，结果为着耶稣受死的代志，安尼忧伤，2个人讲话，结果耶稣甲因做伙行路，做伙行路咧谈论讲最近即个耶稣受钉死的代志，行到位啊。伊讲等天暗啊，无你嘛，甲阮做伙食饭了，才去，做伙食饭，耶稣伫遐擘饼，并且发现讲耶稣伫伊个中间，耶稣搁我来甲因行路，这是以马忤的2个学生，搁落。就是耶稣对10个学生显现，即伫约翰第20章，伫遐就是耶稣入去学生厝内，迄个时阵，逐个人拢惊啊，门关安尼，耶稣入去甲因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就将伊双手抓下，互因看，信徒遮个学生看了真欢喜。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找我，我嘛找恁。讲煞就对因分气讲，领受圣神。这就是耶稣第一摆显现互这10个学生看，甲因讲愿恁平安了后，甲因分开，讲恁领受圣神。过来第2摆，耶稣过8日，耶稣搁去学生学生的所在，伫遐，因为第1摆多马就伫遐，即马第2摆，伫即个约翰20章26、27节，耶稣第2摆去显现互这学生看的时阵。多马就伫迄个所在，多马大声，伊就毋信我若无方便伊个手，伊个额，我无要相信所以即摆多马伫遮，所以耶稣甲伊讲剩你个指头来探我个手，剩你个手来探我个额，毋通毋信，就信。所以多马随时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这就是耶稣第2摆显现互伊个学生看。后来耶稣显现互7个学生看，这就是伫即个提比哩亚湖，即个提比哩亚湖就是有哪叫做敬尼撒的湖。有哪叫做加利海，因为这就是加利海遮，即个即个提比哩亚是一个城，所以提比哩亚城伫即个所在，搁落就是敬尼撒勒个城市，加利海是一个安尼。一个咱地图看起来，敢若是亲像一个台湾的形安尼伊是一个海，平常叫做加利利海。总是伊伫边即个提比哩亚城，是敬尼撒勒的城，所以当耶稣拢上起来时，定定咧提起讲，伫即个敬尼撒勒湖，
就是家己海，是咧讲提比利亚湖，是提比利亚湖，就是讲提比利亚海，就是即个加利利的边仔就对了，加利利海的边仔有一摆即耶稣就是去到即个提比利亚湖边，7个学生因伫遐就是，当耶稣就死啊，所以因就搁转去掠鱼掠鱼几暝掠无所以后来耶稣伫岸边，甲因问讲恁掠鱼有无？伊讲掠拢无几暝掠无鱼耶稣叫因将网抛伫船的正面，结果游拢袂起来鱼真济游袂起来安尼因才知影耶稣搁活伫遐做伙伫遐搁烘鱼伫遐食，真正耶稣是搁活互因体会耶稣搁活。过来最后就是今仔日咱读经文伫遐讲耶稣有显现互500外个兄弟看，即500外个兄弟有咱包括是，就是伫马太字8章11个学生伫加利利的所在的山顶，伫遐要约甲耶稣见面所以有真济会众信主的人，伊原到迄个所在会当三角来看到耶稣会搁活显现这记载伫即个咱哥林多前书15章即内底有讲耶稣显现互真济人看，其中即个500外兄弟看，伊原是包括伫即个马太字8章内底，耶稣甲学生约定伫一个山面，伫遐来见面，才会友有咱伫遐做伙来看到耶稣。最后就讲到即个保罗，伊也看到耶稣。总是伊的看到毋是看到即个亲像学生看到当时搁活耶稣，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的领袖所以伊是伫要去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掠基督徒来入监的路中来拄着耶稣即个咱会当看《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起《使徒行传》第9章底下有记载所以保罗伊是一个真谦卑的人伊讲伊是亲像一个未到尾出世的婴伊嘛不配做一个使徒所以伊会当看到耶稣所以伊的心内是非常的感激所以伊讲起家己看见耶稣，拄着耶稣，然后改变，然后来传福音，甚至成做为主推命的人看世间是本事所以保罗伊伫14节伊讲，若基督无搁活，咱所传的拢是空空。搁伫14节伊讲阮所传的空空，恁所信的嘛是空空。刷落搁伫17节咱还无读着刷落去的17节讲基督若无搁活，恁的信是无路用。所以即个哥林多前书15章全章规章拢是咧讲即个耶稣搁活的代志伊将来要搁是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所以咱转去好好读后壁规章拢是咧讲耶稣搁活甲人搁活的代志所以即个就是咱今仔日读
最后就是保罗伊亲身真谦卑，安尼讲起，看着耶稣过活的事。过来，咱来三角想，即耶稣应允圣神的同在。耶稣伫过活了后，伊就甲学生讲，伫遐甲因分开讲，恁领受圣神，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的罪就受赦免；无赦免什么人的罪，就无得赦免。所以耶稣过活以前就甲因应允，恁来等候，等圣神降临，结果，真正哇，圣神降临，逐个人有气力，有勇敢。拢甲完全无受伤，完全的无伤。即个圣神的降临，当时伊是会晓讲对方的话，伊也无学因的语言啊，哪伊讲的话，因的遮外国人拢听有，迄是圣神的感动互伊讲即款的方言。即圣神降临的后，圣经只有讲亲像一阵风，还是亲像火这是圣神的感动，就是讲感动一个人，你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即马有真济遮个名牌注重一款有爱圣神的充满讲圣神充满有诶安尼大笑，有诶大哭，有诶倒伫涂骹迄是外显，圣神感动了外面的表现，总是较了显，圣神感动咱内在更新，这有两项，内在还是外显，还是内在圣神感动。每一项的教派无相像的强调啦，无相像的体验啦，即个伫美国的德州，Texas 的即个拉拉斯的所在有一个圣经博物馆，有一摆我的小弟伫遐误会有一摆我伫休斯顿去遐找伊去看伊。伊就带我去看即个圣经博物馆感觉真好所以咱若有机会去德州拉拉斯会当去参观即个圣经博物馆内底有一个厅伊即个台仔顶拢有已经做好，做真侪人迄就是咧讲圣神降临的时阵伊厝内底拢有冷气咧，我想讲哪会有装电风，一个足大的电风，安尼。原来就是教会就是咧讲起圣神降临的时阵，即个迄大的电风安尼说是呼叫拄即期的时阵即个壁顶真侪人，拢一身一身倒起来，失去搁另外一身。什么人？迄个是咧讲起以前迄个时阵讲到有3000个人，到底迄3000个人是情形安怎样所以迄是一个圣神降临的，咧描写即个圣神降临，互人体会一个真好的所在所以耶稣。过活以前，上天以前，学生讲迄个等待圣神的降临，所以耶稣过活了后，迄个学生甲学生拄着的是，甲因分开讲，恁领受圣神，所以学生大有勇气、大气力，讲到教会设立，今日圣神继续咧做工，伫信的人的中间。所以圣神的工作，圣神叫做保惠师，保惠师的工作，就是感动人、引带人、安慰人，
教导人劝勉启发帮赞扶持，赏赐智慧能力文士。约翰14章25节讲：我为师就是爸，因为我的名所要册来圣时，伊要将一切事甲恁指示，互恁想起我对恁所讲一切的话。伫马太第10章19节，耶稣有讲吼：恁受送到的时阵，毋免看虑要讲啥物话。到时阵就要想出恁所要讲的话，因为毋是恁家己讲，是恁的爸的灵伫恁内面讲的。所以，咱是耶稣的学生，咱相信耶稣搁我，耶稣找圣神，继续咧做工，到今仔日，到将来。所以有信的人，咱有圣神的帮助。所以咱就爱常常敬拜学老，常常亲近上帝，就爱读圣经，爱祈祷、默想，当主群活，安尼咱就体会圣神的同在。因为圣神就爱伫咱安静的时阵，伊才会当伫咱心中甲咱感动，甲咱讲话。咱若安尼操完东操完西，圣神要安怎甲咱讲话？咱就爱安静，咱就当听到圣神的声。保罗伫腓立比第4章6节讲，就爱一切无伫看虑，凡事就爱借着祈祷，感谢，将你所求的，对上帝讲，伊所赏赐，出人意外平安，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甲了第5章22节，就是圣神的节制。咱有圣神同在的人，伊就是有仁爱、欢喜、和平，有吞忍、仁慈、良善，有忠实、温柔、节制，有遮真水、真好的品德，基督徒的品德，有真正平安喜乐的人生。所以，咱今仔日咧思想这个题目，咱知，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创造，圣子都成就体来到世间救赎人。咱耶稣搁活上天呢，又找圣神甲咱同在，继续做工到世间的路尾。罗德马丁伫宗教改革的时阵，受着真大的压迫，有一摆心内真艰苦、真痛苦、真忧伤痛苦伊的某也无法度甲安慰。有一日，因某就穿即个丧事的衫，罗德马丁转来时，惊一跳，讲啥物人死啊？伊的某讲耶稣死了。伊真生气，伊讲安尼要互伊讲，哪会讲耶稣死了？伊讲耶稣死了，无你哪会遐尔痛苦？即个罗德马丁遮忽然明白起来，伊讲对啊，耶稣是搁有我的主，我咧惊啥物？所以后来伊安尼勇敢继续落去行落去才有一个宗教的改革，将当时罗马大公教会真济无效圣经、无效信仰，伫遐会当改革。所以咱这基督教叫做改革宗，改革宗，改革宗教会，叫做新教。所以咱有国外主，改变了彼得，改变了学生，
改变了路顶马顶，改变了侪侪信你的人，要改变咱，搁外主也要改变咱有更新的画面，有更新的画面，有活脱的愿望。美国出名的报道家穆迪，伊对人讲，若有一日有人甲你讲穆迪死了，你毋通相信，因为我不过是搬厝，对世间搬去天国。感谢主，咱若一个人知影家己有冤屈，亲像穆迪，咱若到世间的落尾，到世间的最后一日，咱不过是搬厝，伫世间甲搬去天国，安尼嘛永远上帝的厝。耶稣的国活，互咱得到活命的更新，互咱得到永远活命的愿望。三个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宇宙的主宰。你道成肉体，成做人，来到世间来拯救阮。你有死有搁活上天，阮对你的救赎得到平安，对你的搁活得到新的活命。你搁找圣神继续做工，伫即个世间，伫阮的中间，求你帮助，互阮坚心信靠你，顺服你，遵探你的旨意，真心服侍你，来荣光你的名，靠主耶稣名。